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BJX 153 XS 武功山4天團。呢條線路我哋首先會喺福田口岸集合，以及深圳灣口岸，預計呢係坐2個零鐘嘅車程啦，就會去到客家之都河源食中午飯噶啦。呢條線路我哋會帶大家去到《搜神記》中記載7仙女下凡傳說嘅發源地仙女湖風景區，亦都會去到國家5A級旅遊景區武功山。武功山呢係亞洲同緯度海拔最高、面積最大嘅江西境內第一高峰，被稱之為雲中嘅呼倫比爾。當然啦，亦都會帶大家去睇夢迴盧靈燈光表演，一船載入夢，一河越千年嘅一個領略2200幾年嘅文化。喺行程當中，我哋有一晚呢係特別升級2025年全新開業嘅5星標準光茂曼谷溫泉度假酒店。呢間酒店啦，唔單止有溫泉池啦，以及有呢個溶洞溫泉、乾蒸房、濕蒸房，亦都有威尼斯泳道等等。喺行程嘅尾聲，我哋都會特別安排7·1香港回歸自助餐歡迎晚宴，以最短嘅時間、最優惠嘅價格，去到最多嘅地方，睇到最多嘅景色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